这次来到的是四川大剧院嘛，这是一个很成熟的剧院了，在场内的观演气氛也都特别的好，特别感谢他们吧，因为有他们的一路支持，一路关爱，我觉得我也能够走得越来越好。其实在10多年前，我参加过文华艺术院校奖，当时呢，我还是一个学生，很期待、很兴奋又很紧张的心情去比这个赛的。10多年以后，我来到了中国艺术节，我觉得老天还是很眷顾我的，因为让我有了我的大观园的这个作品，然后可以站在文华奖的这个舞台上。我觉得就是作为青年演员，特别的珍惜和珍视这个机会，这个舞台。然后我们所有的主创老师，所有台前幕后的演职人员们也特别的重视和正视，他们一丝不苟、兢兢业业的讲究每一个细节来托举这部作品。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通过文华奖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平台，把我们这部作品带给更多的人看。我觉得在我的大观园里面，这个戏里我就是贾宝玉，在这个角色里面有我对他的认知和我对他的理解，同时呢，也是贾宝玉这个人物，他通过我的身体、我的四肢、我的思维在做表达。我的大观园演到今天是58场吧，我从来没有去固化过他，希望就是我的那个人物一直在舞台上是灵动的、鲜活的。谢谢第14届中国艺术节给我准备的礼物，那我就不客气啦。这是什么呀？盲盒吗？是盲盒吗？我猜是熊猫，嗨，好像不是。变脸。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通过文华奖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平台，把我们这部作品带给更多的人看。